曾聽過一位90多歲四川老人說，佢阿爺說過，四川菜似粵菜係不油不辣，講究新鮮，即天府之國，魚米之鄉。即印證今天華夏中原漢人因為五胡亂華幾乎滅族，卻留下了今天全國胡人基因。西晉未年永嘉之亂，幸得五胡16國後趙漢人以敏，成為毛澤東先輩的漢人大救星，即是留下今天中國胡漢基因共融民族。辣椒係明末傳入中國，從海路美洲經歐洲傳入中國的，及至清朝乾隆、嘉慶期間，辣椒在貴州、湖南、四川等地慢慢普及。今天粵菜變味胡人化，例如乜七都要大大碟，乜七都要多，乜七都要油淋淋，乜七都辣，多麼原始。改革開放8、90年代，廣州粵菜胡人大廚很普遍。那時候本地廣東人不願打工，他們都發了政府拆遷賠償和靠收租收入。香港仔很喜愛吃辣，但只有絕配乾炒牛河和香煎、臘肉香味、蘿蔔糕的香港名牌子辣椒醬，如 X 億、官 X 華記，簡直肉鮮肉死，嗨到爆，絕配。科學家證實貝殼或硬殼類海鮮，高重金屬、高嘌呤，將來是要還的。痛風，香港仔有方法化解，但亦只會淺嘗。一、胡人食肆必定主打大大碟、油淋淋，再加上各種各樣紅彤彤油淋淋火鍋、燒烤串和狂喝酒勸酒，大家必然會食到餐。多麼原始飲食文化，慢慢死。凡事最基本才是最靈魂核心，好像電腦計算機0和1。粵菜靈魂，蒜、薑、南乳、甜粥、腐竹、豉油、爆炒燒肉野味、豆豉、麵豉醬等等很多丟失不用了。以前在一家小小飯店吃過用麵豉醬蒸河鮮，它的味道一絕，可惜老闆自過世。今天所謂名貴新派粵菜，特別各種爆心刺肚烹調手法，簡直垃圾。因為他們只靠名貴食材而不講究廚藝和配搭。粵菜功底之王的菜心炒牛肉，今天慘不忍睹。葉綠素和微元素豐富的菜心菜葉係主角，今天大開眼界，竟被胡人剪掉。胡人把菜心視為瓜類，所以剪掉菜葉，將菜心炒七到黃金底就阿 Q 一番。Tips 1：香港傳統菜心炒牛肉分兩部分，一是如何把菜心炒到清清清綠綠綠，鑊氣菜心燙口；二是如何醃製牛肉嫩如豆腐又惹味。Tips 2：炒菜心用猛烈火候，活用爆香薑片和燒酒，此乃重中之重，還有其他秘笈。另外胡人炒飯簡直不忍卒睹，大大着生油大雜燴配料全放鑊上爆炒，一鑊炒，甚至放上各種各樣不知名調味料，唔生癌有鬼，這簡直惡搞粵菜炒飯。其實粵菜炒飯米飯的挑選和處理是核心，亞一炒飯乃最正宗，炒飯入口必須燙口。順便一提，香港仔早就指出香港是福地，意思是說雜種和奶孩王如何無能反治，香港永遠會生金雞蛋地方。目前香港房地產已見底，即使將來中港股市有災難。喂 Tips 1：牛市資金主要熱錢、游資等高槓桿導致，本質必須錢生錢，你唔放軟利，又怎可釣大魚？專家鸚鵡學舌，將雞棚包裝成投資熱錢、央行放水、市場力量，不要沽空股市，巨虧高日價完全合理等等。Tips 2：熊市，美帝影子銀行將會受 AI 拖垮。美國滯脹以及高失業。喂，2026年底熊市嗎？2027年熊市嗎？ Coming soon。香港仔劉伯溫預判，美帝西方國家50年內必亡。南非國家是很好國情例子，原因白人出生率每年斷崖式下跌，骨又正在被第三世界國家而難民生育機器漸漸代替。人類文明的天花板，所謂西方文明三巨擘：一、言論自由；二、
個人主義，三以法為本等等，是絕對不符合有色人種國家國情。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明國情 NBA、迪士尼、荷里活、音樂乃至發展至今天西方工業革命 3.0， 其產生的共振天文數字財富，即形成今天的美元霸權。可惜今天美帝西方國家50年內必亡，西方白人將會成為少數民族，100年後人類亦可能沒有西方白人了。中華文明當然是民以食為先的粵菜文化文明，世界第一，新鮮清淡隨工藝世界第一。今天所謂乾炒牛河是考大廚必須一道菜，然而老師傅是考菜心炒牛肉，可惜失傳了。順便一提，真正黃金底是指牛腩炒米粉，其米粉底部必須煎成金黃色，像飯焦，米粉上面炒到油糯彈牙，然後再鋪上濃濃腩汁和入口即化開的牛腩，人間美食。香港仔2年前預判，擁有600億美元身家的特朗普只不過是一個典型無賴的國家主義者，不是什麼新門羅主義。他向全世界發動的所謂貿易戰爭，其戰略意圖好簡單，美國必須衰退周期，再要衰退周期，然後鳳凰涅。你們全世界債權國必須攬住38億美元國債一齊死，攬住一齊死，這樣美國才可以浴火重生。美國再偉大，典型國家主義者，功成身退，歐趙元松。60、70年代中蘇交互爆發大規模邊境軍事衝突，最後蘇修，即當時無定性蘇聯特權資產階級與中共政治意識形態路線衝突，大敗。赫魯曉夫惱羞成怒，陳兵8萬整條中蘇邊境，準備大舉入侵中國。毛澤東當然不是吃素，發動號召全國全民皆兵、備戰、備荒、深挖洞、廣積糧等等，向赫魯曉夫發出了明確訊息：中國人民唔怕你蘇修，夠膽放馬過來。事實上，那個60、70年代，中國一些愛國有識之士不明白毛澤東為啥不先解決人民買食物要用糧票問題，又何必如此勞民傷財搞核武器、氫彈、火箭導彈、萬噸油輪、人造衛星、人造胰島素等等，太多了。3. 看看今天伊朗神棍能夠學毛澤東一半，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就沒有今天被美帝一鍋端、死無全屍的可悲下場了。事實上，美帝西方國家已經給他們呢班神棍足足3年未雨綢繆做足戰爭的準備，包括製造核武器。今次神棍死有餘辜。今天伊朗何去何從？伊朗新強硬領導人，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前指揮官拉里賈尼會否被特朗普打怕嚇怕了？特朗普黑社會作風簡單粗暴，邊個唔聽話斬手？斬手！看看你們大佬的下場。那麼今天看看習總身上，又會否可能發生政治騙子、神棍死有餘辜局面呢？ Coming soon, coming soon。 1. 為什麼中共堡壘是豆腐渣？中共現在正走向機構臃腫冗員的祈福黨阿 Q 黨，根本原因係冇人願意做中共總書記黨主席，只有弱智、政治騙子、野心家等才願意。所謂書生造反，10年不成，即只能寄望槍桿子。1975年，毛澤東同身邊工作人員講：古人說秀才造反，3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說少了，光靠秀才30年、300年也不行奧。因為秀才有2個通病，一是說得多，做得少，向來是君子動口不動手。2. 為什麼說毛澤東徹頭徹尾馬克思主義者？好簡單，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就係奮勇前進、改革、挑戰弱肉強食、霸凌、救世界秩序等等。今天人類發展文明不停前進，不停演變高階的良性競爭、壟斷保障法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等。毛澤東思想乃係非常樸素易懂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例如槍桿子出政權、與天鬥、
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等等，完全馬克思主義世界人民解放和奮鬥觀。三、習總和魏雙雙披着馬克思主義外衣，站上道德高地叫囂，不要反擊報復，要和平，世界不要弱肉強食，不要霸凌，即阿媽係女人。同樣阿媽係女人的香港巴士扣安全帶問題不單擾民，浪費資源，仲係典型形式主義唔 make sense，以此愛民如子邏輯，